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Go How Boy》，我是民主。今日 Andy 要来做俩料理吼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一边来学新的料理，一边来复习看看观众朋友学过的字，你们有没有记得呢？各位观众朋友 ，Andy 要来做俩给做妈盖，对不对？鸡肉你一定会，就是叫做盖妞，盖妞。不过呢，我们一定要来学新的。这个碗啊，大碗就是叫做碗公。碗公好，现在呢，我就要先把我的姜片下去，让它煸香一下下。我就要把我稍微腌制过的鸡肉放下去，让它先来爆炒一下子喽。先把它呢移到另外一个盘子里面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处理的就是寿司的部分呢，我会先发一点点砂糖下去，主要也是让它上色哦。如果这个都拌炒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就会把我刚才已经弄好的鸡肉再把它加进来喽。放我们的客家的9层塔到上面。现在呢，我这个动作就是为了要教观众朋友，今天我们要学另外一个词，就是叫做端。端的客家话呢，就是叫做 del， 而这句话把红糟鸡端上桌，就是叫做老祖妈盖 del 送粥，老祖妈盖 del 送粥。现在我就要请我旁边这么可爱的试吃员呢，帮我来试吃看看。好吃。你去到哪里看到客家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说很好吃，很好吃的客家话就是叫做动好食。动好食。对，而且你讲出来的时候还要配上那个表情跟动作，就叫做动好食。动好食。今天学到这个料理啊，其实好多的词我们都学过了，你们有没有借这个机会来复习一次呢？当然了，我们也是学到了新的词。现在我带大家来看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大碗，碗公，碗公。第二个呢，学到这个动词就是端 ，del，del， 这样动作 del。借由这个 del 的这个动词，我们来要接着学到第3个学到的句子，就是把红糟鸡端上桌，老祖妈盖 del 送粥，老祖妈盖 del 送粥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你看你们学了很多的名词、形容词，到了动词，进步很多喽！再继续加油，明天见，拜拜。